镜头所等的台湾南投县的观光，伫咧天空步道的热潮消退了后，即摆想要伫咧99峰开创新计划。县长林明前参考到中国考察的经验，要用环保佮安全的氦气球来载客。伫咧99峰升空，会当360度看到山峦的水。但是专家讲，若无做好配套，就会惊天空步道的后路真紧就无人要来了。 想拍整体的，只有在下面拍到。南投县长林明珍希望讲，将这个气球来刷到99峰抢观光财。99峰啊，那个景色啊，一定是非常的漂亮啊。所以我就想我们可以引用这个氦气球来创造一个观光景点。安尼做敢有效当地民众看法较保守。文山比较好，而且这个进山的气流也是比较慎重评估啦。 不要说到时候也是弄个空爆弹，没有多大的用途啊。观光专家是讲，若是干那一个点尔，就甲进前去真济天空步道同款，真紧就会退休。如果推的话，那周遭餐饮要跟上来哦。但人家不要再跑很远，就这个地方就可以吃到一个不错的饭。 县府观光处是表示讲，99峰注重低密度的开发，将朝向生态教育甲露营做复合式的园区的发展。那加上这个气球360度无死角，会使看到99峰的风景互相结合，那呢就会使提升观光的效应。